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8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泰国主办这届 APEC 峰会，总理也希望各国做伙来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另外，台湾代表张忠谋坐在李显龙边啊，说是无任何互动。淡水王阿婆因为囡仔管教问题，伫路边冤家落要红菜甲伊拍。另外，伫台中有一个1岁外囡仔头壳内面出现昏迷不醒，怀疑人物苦毒。目的啦，毕业点是毕业点，5新北县疫苗镜开始做。另外，指挥中心推测9号选举当天，大有5万到7万的确诊者是无到投票的。由泰国主办的自2022 APEC 会议18进行经济领袖会议，泰国总理帕拉育伫会场大厅迎接各国领袖。伫会议当中，帕拉育也希望各国领袖爱合作，做伙来解决全球经济问题。不过，伫场外说受各种团体，包含反泰国政府不满举办 APEC 和抗议中国侵害人权的团体等等呢，伫咧这抗议过程也和警方发生冲突。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会场外口，各国领袖陆续到场，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加拿大总理杜鲁道、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这些人进入大厅了后，拢甲迎接贵宾的泰国总理帕拉育握手致意。这届会议，帕拉育大声发言，讲全球经济甲社会有关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加上地缘的政治局势紧张，通会碰撞气候暖化问题，唔但影响亚太地区，嘛影响全球，敦促各国领袖大声解决全球的经济问题。แต่รวมถึงความเป็นอยู่ของมวลมนุษยชาติทั้งหมดเรา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ร่วมมือกันเพื่อจะบรรเทาผลกระทบและปกป้องโรคของเรา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ชีวิตแบบเดิมได้อีกต่อไป The circumstances we face today as economic leaders, multiple overlapping global crises, could not be more pressing as they inundate our region. Geopolitical tensions are detracting from peace and stability and undermining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we all agree are essential. 会议开始之前，因为北韩发射 ICBM 飞弹，和美国、日本、南韩相关的国家领袖嘛紧急召开会议应对牵制北韩。会场内底伫演讲讨论议题，会场外口所组织各种包括反对泰国政府、反对 APEC 会议、甲抗击中国侵害人权这些团体示威，佮甲警方发生冲突。因为民众的情绪激动，佮想要甲警车引落倒，警方就发射催泪瓦斯、手令禁止驱散民众，和示威的人佮较激动，嘛向警方捡物件。当然，采访的记者嘛因此受伤送病院。最后，警方逮捕真济人，场面才到达稳定。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APEC 领袖峰会今仔日举行，台湾代表张忠谋头一场闭门会议，就坐伫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边啊。虽然两个人伫咧会前无互动，不过李显龙下晡主持会议的时阵，有来主动小借问。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坐伫咧这个张忠谋的车对角，两个人是无接触。另外，这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伫咧 APEC 期间表示，只有受人承认的国家才会当加入 CPTPP。这个意思是背书地讲反对台湾申请。艾班尼斯面对台湾媒体提问，说是无给贡献。甲泰国总理握手，咱国领袖代表张忠谋出席2022 APEC 领袖峰会。这届21个会员国代表，经过4年，搁一届举行实体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尾一个入来会场。习近平行伫泰国总理头前，入去会议现场，看到心情是袂歹。搁甲伊边仔的第二总统开讲，张忠谋座位的正手边就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倒边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不过座位是当真宽。闭门会议开始进前，张忠谋拢无甲其他的国家领袖有互动。那习近平是坐伫张忠谋的斜对角，双方并无互动。张忠谋伫领袖欢迎晚宴，才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有互动。中道伫非正式对话，嘛甲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握手小借问，张忠谋拍拼寻求经济合作。不过，就伫这时阵，澳洲媒体报道，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对澳洲敢有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的时阵，伊讲敢若有受到承认的国家才会当加入。艾班尼斯去 APEC 媒体中心的时阵，台湾媒体嘛有甲问，不过伊并无回应。
这个说法跟 CPTPP 入会资格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同，因此外交部我们已经透过我国驻澳洲代表处以及澳洲驻台的代表机构，向澳洲政府要求要澄清原意，以避免外界可能的误解。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这电影的选战，民众党的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北检已经分案侦办。红列做是被告的高虹安，伊表示，列做被告是因为这是咧侦查听书，拢是正正常的。高虹安最近有2届服白大车军装，今仔日也向警方报案，警方表示会调监视器通知这车主到案说明。不过对手沈慧虹却是要求这高虹安要爱变勇敢来面对证据。国民党的金经理也是一直咧批评沈慧虹任内的市政建设，也讲会继续来抓江庭备案。讲了一个不得体的冷笑话，真的没有意思要冒犯马英九前总统，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对于马英九前总统还有他的支持者，我感到相当的抱歉。这次伫这部直播顶面，本身就讲家己当年压过马前总统的死亡握手。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赶紧来下实地要平息风波。最近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风告的高虹安讲，这是侦查庭事当中真正常的代志。不过最近2摆疑似做到车辆的军装，高虹安也向警方来报案，警方会调看监视器画面，通知相关的车主到案来说明。前天的时候在晚间，那比较晚的时候，因为车上就只有我跟女生的助理，那因为比较晚，那又行经一些比较偏僻的道路，那又发现有这样子一个严重的一个跟车的状况。新竹市从民主选举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市长候选人，在选举期间就被列为涉贪的一个被告。民进党沈慧虹讲，希望司法庭会使予高虹安勇敢来面对这争议。而国民党候选人林经林是搁再甲对手沈慧虹伫新竹市副市长任内市政建设。过去绕跑2人组在主政的时候，新竹市真的有很多工程有很多的弊端，我们也会一一向市民来告知有很多的弊端，我们也一定会继续追下去。沈慧虹是批评国民党过去20年的执政，对着新竹市就是无完整的建设目标。选前剩最后1礼拜，各路候选人都要互相批评，也赶紧来努力拜票，要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这标的县长，因为国民党的议长张东锦脱党参选，选情是变甲真激烈。这标的县的选委会规划2场公办政见会，在去进行头一场，5位候选人都来发表因的意见。苗栗县第19届县长选举候选人公办的电视政见发表会，10日透早9点举办。无党籍的候选人张东锦提出政见要拼员工，佮讲2年内要提供2000个头路，而且决定把选举的补助款捐予弱势团体。那民进党的候选人徐定晶讲要予65岁以上免费到家喙齿，分2000块的中央礼金，希望完成苗栗72年来头一摆政党轮替。这里也承诺，这一次的县长的选举，我的这个选票的补助款1票30块，我也会全数捐出，来给我们的弱势团体。72年来苗栗没有翻盘过，没有换党换人做做看。是不是这一次我来做苗栗的县长？我认为我来当县长是对苗栗最有帮助的，毕竟中央地方一条线。国民党的候选人谢福宏发出苗栗县北平科学、中部文教、南平休闲的区域规划。那时代力量候选人宋国鼎是招社会各界人才做政府改变苗栗。因2人拢讲苗栗人已经袂堪这乌金甲沙石集团，应该开始新时代政治，摆脱苗栗国的臭名声。有一个候选人呢，他只有2种事业。第一个是废弃物掩埋场，一个是沙石。废弃物呢是专门破坏我们的好山，一个是沙石呢专门破坏我们的好水。如果我来当苗栗县长，苗栗不会是废土废弃物的天堂，我会用铁腕的手段，严加稽查任何违法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无党籍候选人吴成胜讲要甲苗栗3个水库打造做国际级的经济甲养生村，互苗栗的财政免去烦恼。我们将规划国际级环湖经济，我们的环湖经济将有全程20公里以上的建设，当中是没有汽机车的干扰。国际上有非常多很好的例子。苗栗县选委会拢总规划2场公办政见发表会，第2场第2日透早9点举办，同款比较2轮，1轮12分钟发表政见。
记者杨敏峰、平焕群了解报道。讲到这9合1选举咧，后礼拜六就要投票啊。那赢最近一直咧逼讲，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要做为副部长进前1个月过，捌带团去到中国参加医疗的交流活动。蒋万安伫昨也集齐陈时中抗中保台 DNA， 也集齐民进党是上听标准。今仔日黄珊珊也口说讲，原来这抗中保台 DNA 甲病毒同款，随时会突变。不过陈时中也强调讲，这抗中保台是理性，唔是乌白抓手段的。清早基层加强陆战，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透早到市场扫街拜票。但也最近一直甲民进党陈时中，甲中国参加医疗交流活动引起论战。黄珊珊也报道批评。我要问一下他的 DNA 到底是什么？他的 DNA 可以随时变化的嘛？就是之前的 DNA 是什么，现在 DNA 又是什么？原来他 DNA 跟病毒一样是可以随时突变的。抗中抗共，这是一个基本的精神跟态度。好，那至于是不是在每一件事情都要站在一个对抗的角度，那也不见得。总统也讲过，就是说我们是理性不挑衅，好，那不会太激进的，那在坚定不退却。针对多件议题，那被合约指控前国策顾问黄先国要改制中台辉煌多件案。黄先国回应无这代志，黄珊珊发声爱陈时中讲清楚，蒋万安是批评，民进党加向乌金提高。黄成国他过去是黑道，这是事实。英系也招募了很多的黑道，这也是事实。那现在民进党走向黑金治国也是事实，而且黑道位居庙堂之上也是事实。就把选前黄金周拿赢19开会，800期图得标联合造势晚会犹太气势。黄珊珊是有告，20日要伫台二停车场举行大型活动。另外，陈时中阵营也要伫20日举办大游行，赢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烧麦无好喙，烧拍是无好手哦。伫淡水呢，有一对翁仔婆因为甲囡仔泡牛奶菌的问题，两个人伫路边冤起来。昨昏早起，两个人甲囡仔要送到灵埔遐的半中途，这翁婿就出手拍因太太，过了人来阻止。落尾这位太太是无要提告，但是有请警方协助申请保护令。面对这款家庭暴力案件时阵呢，妇女团体和警方也拢提醒，拄发生的时阵一定要对外讨救兵。社区门口为真侪人一直传出查某人的哭声，穿蓝色衫裤查某人当场互人骂。而整个案件是发生在当时几分钟进前。对这查某人一直骂，这查某人无顾对方也抱囡仔，竟然出手甲拍。民众经过了后来阻止协助报案，警方到现场了后发现两个人是阿某，通报社会局来了解。家访中心已经接获通报，并将由社工提供人身安全的协助。代志发生在新北市淡水，警方初步调查，两个人为着囡仔教养问题爆发冲突。37岁姓邝的这翁婿，敢若不管其后牛奶泡伤多，17早起8点外到底甲囡仔送去，个囡仔人因当时就真想去动手，不过其后只是申请保护令，无愿意提出告诉。不过像这类牵涉家庭暴力的案件，今年9月冇案例。时间翁婿赶紧走出来，因为不管其后灶骹的碗池放真久拢无洗，双方哪讲哪冤，其后雄雄野刀想要攻击，两个人沿路一直立，事后也拢无提出告诉。民众在目睹自己或他人的家暴行为时，一定要记得立刻拨打110或113报警，确保安全及制止不当行为。翁仔某一边出现暴力行为，警方提醒赶紧报案来保护家己。通报去了后，由亲友这人陪同到病院就医保全记录，并且申请保护令，确保人身的安全。不过，在实际上，因为有部分受到暴力的这方面，唔敢讲出来，也唔敢提出告诉，继续婚姻的关系。为了家里的和谐啊，或是假设有小朋友也不想要离婚，经济的状况真的自己没有那么好，他有可能比较是弱势的那方，不一定可以拿到小朋友的监护权等等的。妇女团体强调，这要牵涉家庭暴力这情形，发生同时也是建议对外来寻求协助，或社工这专业人员可以适当的协助，不是一再吞论，互厝内底一直有无定时的炸弹。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搁再传出虐待婴儿事件咯，有一个妈妈今日出面指控，讲家己一岁外的查囡仔，甲互一个生出来灵宝斗过，
初8迄天所接到电话，讲囡仔昏迷不醒，送到病院诊断认定是头壳内面出血。经过2届手术，这囡仔目前的昏迷指数只剩3点0。即期这囡仔是去互灵母苦毒的，目前这社会局已经介入调查。早一回的查某婴仔小桃子，食古水款待拢真介意。不过伊的妈妈住伫台中清水的李小姐，这个月初8接到生出来保姆的电话，讲囡仔雄雄昏去送医，听候李小姐赶到病院。医生诊断查某婴仔出现创伤性耳脑膜下出血，爱马上开刀。我到急诊室的时候，我是看到我的小朋友已经右眼只有半开而已，然后我在叫他，我在他病床左边。我在叫他，他都没有反应，他都不会转头过来。查某翁婴仔拢总接受2届开脑手术，目前伫加护病房观察，昏迷指数敢若剩3。李小姐18出来指控，为8月送托到即马，囡仔的身躯捌出现伤痕，不过保姆拢无详细回答，这个是保姆虐待翁婴仔。不过生出来保姆是好人，强调一切配合调查。我没有对淘淘做任何事，但是淘淘今天在我这边发生这种事情，我跟你说，我自己心里也很难过，非常难过。我带小孩从来没有，就是说没有遇过这样子的事情。我敢发誓，我没有对淘淘做什么事情。台中市社会局家防中心表示，生出来保姆是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合格保姆，年资是2年，目前还有照顾另外2个囡仔。专案检警已经介入调查，不过案件侦查中无法度禁止保姆受托，敢来当积极介绍其他保姆。我们有暂时先让保姆停托1周，那接着呢，因为他有照顾2个孩子，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在积极媒合其他的保姆。那另外也在家内装设了监视录影器，用这些来确定孩子的照顾状况。台中市政府是讲，查某囡仔确实出血时间也需要专业鉴定，报告会当齐送交检调。目前嫌疑人包含翁婴仔所有相关照顾者，有待司法调查查清楚，嘛会当齐启动行政调查。若做有虐待翁婴仔代志，会依照儿少权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大研究船新海舰1号13暗时调伫咧高湾偏西南方220几个所在。虽然这海巡接到通报，随派人去抢救，还因为这风影真大，船顶头真悬，拢真着惊。这阵人呢也伫网络顶头批评讲，这台大相关单位伫处理代志时阵，拢是无要无紧的。落尾经过5天，新海舰1号下晡总算登到高雄港。世纪动力的新海舰1号伫海巡舰艇的介护之下，被拖船慢慢拖倒来高雄港停靠。台大研究船新海舰1号13暗时伫离高湾偏西南方222海里世纪动力，海巡署接报了后，派机顶舰甲新顶舰去救援，经过5天才被下晡倒来高雄港。全程半航返回，那这个过程当中每隔1小时固定跟宣传，就研究船上面的保持通联以及这个拖船保持通联，以及了解彼此的状况。在对高雄港出发的新海舰1号，才出去3天，船只就故障。13到15个拄到风影，和失去动力的船一直海来海去。当台机场中，船长成员上网络讲，当时都无联络到台大船务室的驻港部船长，而且无赶紧处理。台大17赶紧澄清，无拖研究员。平安回来就好了，平安回来就好了。船上的发电机基本上是没有坏的，只是因为有一些可能是那个船的电脑的问题，没办法把他们那个发电机串联起来。也就是说，即使我们重新启动发电机，也没办法重新启动这个所谓的那个推进器。结束5天的漂流，成员赶紧把研究样本搬落船。领队讲，迄天为例行的换发电机就心理停机，无想就无法度搁再复原来启动。这段海研所已经联络厂商，准备后续修复工作。我科会这边会督促这个台湾大学提出检讨报告，检视它这个在技术面跟管理面，它有没有相关的改善措施。船只落水2年就出问题，是不是有人为的疏失？恐惊爱等检修了才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北韩伫昨有发射低停的弹道飞弹，10岁早起搁再发射一粒洲际弹道飞弹，也是今年第35届飞弹试射。美国、日本、南韩拢公开谴责北韩的行为，有专家伫咧推测讲，北韩是想要利用飞弹来抗议美国、南韩的飞弹政策协商，甚至搁讲无排除伫5年内进行第1届的核能武器试验，要用安尼先来施压美国。
才过一天，北韩搁进行武器试射。根据南韩参谋本部，北韩在当地时间早起10:48分，伫东部元山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9支弹道飞弹。飞行69分钟，大约1000公里了后，落入日本北海道道岛大岛西方大约200公里的经济海域内底，高度上悬达到6000公里。今回発射された ICBM 級弾道ミサイルは、今回の飛翔軌道に基づいて計算すると、弾頭重量等によっては15000キロを超える射程となりうるとみられ、その場合、米国本土が射程に含まれることになります。北韩分别在2017甲今年3月发射过上款强度的弹道飞弹，这摆试射恐惊是针对今日头一摆开会的美韩飞弹的政策协商机制。最近美韩同盟强化例行的军事演习，联合日本要来防卫北韩扩大核武研究甲飞弹试射。不过，平壤当局到即阵拢讲，武器测试是正当的军事反击，排杀美国、日本甲韩国的抗议。北朝鮮に対しましては当然のことながら厳重に抗議を行っ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北朝鮮はこれまでにない頻度で挑発行動を繰り返しています。断じて容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改めて強く申し上げます。到18为止，北韩今年已经发射35摆的弹道导弹，这是南韩保守派文秀外政府上任以来，北韩第25摆发射导弹。有专家预测，北韩最近真可能进行5年来头一摆核武的试验，来对抗美国甲伊的朋友，就是对美国施加压力，开启甲北韩的谈判。国际新闻杨间编译。2014年，马来西亚有一台无人机去互飞弹击落来，造成298人不幸亡生。4个被告内面呢，有2个因过是罗西亚安全部队警员，因也去互指控谋杀和造成飞安意外等罪名。后来法院经过8年的审理，将3个被告互判无期徒刑，1个去互判无罪。罗西亚的外交部也批评讲，这是政治性的判决。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讲，罗西亚拢一直在讲白贼。Verdachte Girkin, Dubinsky en Tjatchenko worden veroordeeld. 荷兰的法院17天用谋杀致使无人机落落去的罪名，判4个被告内底有3个人的罪名是成立，因方判无期徒刑。另外1个被告是无罪，这4个人是2014年马航 N17 无人机去互飞弹击落，致使无人机顶悬有298个人全数死亡的嫌疑犯。罹难者家属对这个判决感觉安大，嘛批评讲俄罗斯无应该入侵乌克兰。Our son and all the people on MH17 were killed in this war. It's the war that took their lives. It's the Russian aggression in Ukraine that killed 298 people on MH17, and we want to see an end to that aggression, an end to that war. 不过，俄罗斯政府一直咧背回讲，无人机落落去的责任。这个判决一个出来了后，俄国的外交部官方来回应讲，这是政治性的判决。罹难者内底有38个是澳洲人，澳洲的外交部表示讲，这个判决确认俄罗斯有责任。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伊批评俄罗斯当局一直咧讲白贼。Росія багато брехала про цю катастрофу, але все одно ключові факти були встановлені. Зараз засуджені виконавці і забезпечена основа, щоб засудити винних і вищого рівня. 互人定罪的3个被告内底，有2个人是俄罗斯的前安全部队的成员，甲1个亲俄的乌克兰人。其中，今年51岁的吉尔金是俄国联邦安全局特工出身的，伊捌担任过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长。政治评论家讲，荷兰的检察官有举证，这粒山毛机低对空的飞弹是对俄罗斯的军事基地要运去顿巴斯的前线，上尾甲一只民航机甲击落来，加速刷落去，可能会对俄罗斯展开法律诉讼。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
讲到伊朗的头巾示威已经进入到第3个月啊，这军警镇压手段也愈来愈强硬。社群媒体这2天有一个影片流传，讲这安全部队走到地铁站跪人阵开枪，民众是惊甲四界逃命。还有这警察对车手内面发射催泪弹，场面是真惊人。伊朗人权组织表示，这空战到达已经有300多人不幸往生，上报有15000人去互抓起来。伊也烦恼讲，接落来会进行大规模的处决。伫地铁站听到连续的枪声，外台民众是惊一个赶紧走。过程当中也有人无细致报道，场面是互人感觉真惊吓。社群媒体16日流传这个影片，翕的地点是伫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地铁站，向民众开枪的应该是安全部队。伊朗因为一个22岁科德族少女艾米亚，因为头巾无够好势，就去宗教警察逮捕死亡。接续引发的头巾示威已经进入第3个月啊！为8日开始，示威者继续伫地铁站等等的所在发起抗争。反独裁时阵，嘛纪念2019年反燃料大起义示威。不过，因爱面对的却是军警更较强烈的镇压。同款真粗残的场景出现伫另外一段画面。迄当阵民众大声喊反对独裁政府，过无偌久，警察出现伫月台，而且技术向车厢内底发射催泪ga斯，乘客是一直哭一直喊讲唔通开枪。因来另外一个列车的女性车厢，警察上车了后，便来看到无挂头巾的负责人，就开始直接拍。粗残的镇压伫伊朗的全国当地发生。16西部地区阁发生新被枪手骑奥多摆甲9个人枪杀的事件，受害者包括一个9岁的囡仔。因此来人指控讲是安全部队下毒手，不过官方媒体讲这是恐怖分子的攻击，而且指控这抗议当演变做武装叛乱。根据卫报的分析，这段话显示伊朗政府恐惊是要甲镇压进一步升级。伊朗人权组织指出，到拜3为止，已经有342个人伫镇压当中不幸死亡，至少有15000人去互抓去。因警告，伊朗政府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处决。不过，官方是否认这个讲法？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新增加25000多人确诊，31个省市拢病例。伫这广州的这海珠区咧，有民众不满风声管制一再延长时间，就开始上街头拆围篱啊，含警察车也发生冲突。针对中国进前有公布优化防疫20条，有28个省配合调整防疫措施，有关出现真侪争议，而且官方针对着动态清零这部分，有关是大争议。民众惨闹行上街路，杀到围篱啊！中国广州海珠区最近传出暴动，因为不满封控第4届延长，民众不满，发生真一件拆围篱、共派警车，也有民众冲入去区政府抗议的代志。看这个办事真严重，中国的警方动员特警镇暴，为咗人墙派遣装甲车、警车到场维持秩序，日夜巡逻，不要让暴动搁再发生。中国疫情传开，中国国家卫健委18通报新增加25353例确诊，中国31个省市全部拢有，广东省上严重，有98%集中伫广州。中国进前优化防疫20条，有28省配合调整防疫措施，也是有所在执行时阵争议不断，有民众不满爱过核酸检测，官方也是坚持落实动态清零，也甲去临时病院，防止一封了之，又要反对不负责任的态度。防止一放了之，保障好20条措施不折不扣落地落实。那是香港疫情反酷，香港政府针对海外地区甲台湾到香港的人，宣布为2日开始放零体检规定，核酸检测为4届减到2届。喺機場做呢一個檢測放行，同埋抵港嘅第2日進行呢個檢測。我哋咧就係會撤銷抵港之後第4日同埋第6日嘅強制核酸檢測嘅要求嘅。香港政府指出，只要伫機場甲到香港了第2天做體檢，也是維持到香港了後前7天，逐天做體檢。記者綜合報道。在咧加沙走廊北部一个南面社區，拜四暗時發生火災，上報有21個人死亡，其中10個是囡仔。初步調查發現講，導火可能是這加速泄漏出來，而且附近有真濟汽油，才會造成這場嚴重意外。大火為公寓建築樓尾頂燒出來，警消趕到現場噴水灌救。
加沙走廊北部加巴利亚南面社区一栋4层楼的公寓，17暗时凶凶发生火灾，火为3楼快速烧炭到规栋楼啊，惊动社区其他住户赶来关心。 كنا في المحل هين وشفنا حريق قريب من المنطقة طالع من شباك العمارة وبعدين لقينا الناس بتتصل على المطافي يعني الناس المختصة في هذا الإشي وبعدها شبت النار في كل المكان ولما لقينا المركبات والآليات كلها بتيجي بتتجمع عند المكان هذا. 报道指出，迄个时阵情况危急，有人伫个导火的建筑外口发休，也阁有调伫内底民众的家属伫个街路大声吼甲祈祷。有人想要进入火场救人，毋过发现真困难，因为妇女甲囡仔调伫个火场中根本就救袂着。 BBC 引述当地安全官员的单位指出，初步调查发现导火公寓的厨房有瓦斯外泄。另外一个现场的民众是讲，公寓内底有放用来操作发电机的汽油。案发迄当时，7户人当地庆祝海外亲人回国，无想到发生悲剧。 من التحقيقات الأولية تبين بأن هناك في داخل المنزل مخزنا كمية من مادة البنزين مما ساعد على وقوع حريق هائل ووقوع 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ضحايا. 这件事件是最近这几年加沙伫以巴冲突以外上重大事故之一。 加沙走廊因为长期互以色列甲埃及封锁，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一寡人会伫厝内囤瓦斯、柴油，还是点蜡烛，致命性的火灾真济。这个意外发生了后，巴勒斯坦人呼吁以色列开放边界通道抢救伤患。以色列国防部表示愿意协助。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宣布礼拜5为这件国难哀悼一天。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但面对疫情，唔通急皮皮，若做会当注疫苗的人，就要赶紧去。讲到这莫德纳 BA.4、BA.5新配方疫苗，今开始做啊，各地头也拢有真侪民众去排队。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新冠疫苗的保护力报告，其中65岁以上的注3档莫德纳疫苗的保护力是上界悬。若准是注2档 AZ 疫苗，无论你第3档是注倒一排的。 对这老大人的保护力拢是上佳。指挥中心也呼吁讲，注2档 AZ 疫苗的人，也是爱赶紧去注新配方的疫苗，当作是对家剂。另外，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也评估讲，照即摆的疫情趋势，全国因为确诊无去投票人数，大约是5万到7万人。 早起9点也未到，台北电竞场疫苗注射站就来真侪人。因为莫德纳 BA.5次世代疫苗，18拜5开始提供12岁以上的民众注射对家剂。早起甲下晡场次各800名额拢互民众有约满啊。疫情指挥中心18也公布 COVID-19 疫苗的保护效益分析，其中65岁以上民众死亡的保护效益上强的组合，以3档的莫德纳上悬，达到93.1%。 搁再来是2档的莫德纳加1档的高端92.3%，上计是 AZ 加 AZ 加 BNT 疫苗的保护效益只有39.1%。前2剂是接种 A 粒的啊，它的疫苗保护效力同样也都是比较低一点，所以我们这边大概建议说，如果前2剂接种 A 粒疫苗的这个民众哦，那建议可以接种这个次世代的追加剂疫苗，那以获得更好的一个保护力啊。 国内本土疫情继续较厉害，18新增加17952例本土个案，比顶礼拜5下降11.4%。另外51例境外移入，91例中东情个案，也有58例死亡个案。其中一个较少年的死亡个案是40多岁男性，毋捌注射过疫苗，本身有慢性的肺液疾病，不幸在11月13过身，死因是心肌衰竭、新冠确诊，也有肠仔破空并发腹膜炎。另外，9号有选举要在11月26投票，中常会进前表示，确诊者袂使出外投票，也引发外界讨论。这个21号到26号这个区间了哈，那依我们现在的疫情的趋势去研判，扣掉这以下，我们估计大概有5万到7万，好，5万到7万人会受到影响。王必胜也特别提醒民众，若是有症状，而且检查是阳性，就强烈建议莫投票，以免甲疾病危害别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联盟桃园英雄分霸拜六会伫咧国体台进行头一场比赛，这也是外国球星霍华德加入球队了后的头一场比赛。下晡媒体访问时阵，霍华德表示，知影明仔载这体育馆的部门，也知影讲要互其他队伍了解到，分霸今年是无伫讲算笑的哦，是要拼死命摕冠军的。
轻松走叮当7到3分球，桃园英雄分8球星霍华德甲队友伫主场国体大综合体育馆中道团练就要结束。才结束完尔，霍华德接受访问，热情用中文来拍招呼，真认真讲到拜6的主场开幕战。A lot of people were going to be excited to see us play. So we're going to go out there and be intense, have a lot of fun, and let everybody know that the Leopards are coming this year. 会伫满场的球迷头前，互其他的队伍知影讲，今年的分霸绝对毋是阮算笑的。对着首战的对手新北中信特工来放话，讲袂互伊得超过20分。霍华德原本认为这无啥物通好回应的，后来补充讲，就是最好家己重点伫赢球。We don't worry about points. We don't worry about rebounds. We want to win. So that's what basketball is about: winning. The bottom line is to win, win, win. That's what we're here for, to win a championship. 分霸队长陈伟讲，霍华德的家名对着整体实力有真大提升，因为禁区有真好优势，外线出现更加多有轮替时间。总经理所以继续强调，正全队拢对开幕战感觉真欢喜。对他来说是很轻松自在的，但是在我们的队友上面，可能要一下子经验到这1万多人的场馆，那一定还是需要有一点适应。我相信紧张是难免的，但全队目前表现出来的状态是非常兴奋。开幕战大场15000张的门票拢卖了了，到时阵周边的交通可能会真塞。球团表示已经拟定交通计划，另外工作人员也对90人增加到250人，而且现场除了竞赛以外，也有保镖来因应突发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鸟型团将羊型搁再发作。动物园早起开记者会表示，团的羊型对8月发作就毋捌搁再行起来过。毋过，伫咧昨搁再发作4届，头一届大约是2分钟，落尾3届拢超过1分钟。今仔日早起，这团的后骹波度智力也会来调整这药剂量，而且也会继续来观察。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鸟型团昨又搁阳性发作，而且连续4届，动物园透明照顾为伊注射镇定的药啊，互伊摕咧休困。即马团的状况有较稳定，毋过2支后骹袂站力，早起爬起来行路的时阵真吃力。那个镇定剂消退之后呢，他自己就醒过来，只是醒过来之后，我们发现他又有出现10月中旬的时候，他的后肢。就有点不太能使力的状况。今天是有稍微吃一点东西，那也是休息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兽医表示，团昨下晡精神甲活力都无啥好，4点41分第一摆发生羊型，后来晚5点至7点半左右，各小连续出现羊型的现象。医疗团队持续监测注射了后的生理反应。因讲这回发作的时停，较无2个月前迄摆遐尼久，已经甲中国专家联络。他在这一次第一次4点出发生的时间大概是2分钟就结束了，那后续那3次的时间应该都在1分半以内。那在大陆方面，学者这部分其实也是都是认同我们这部分的做法。动物园认为羊型的发生有可能因为天气变化，也是困无好，身体无爽快，袂当直接判断是甲脑部病变有关系。目前也是会针对团的状况调整伊的药甲饮食。记者麦小英曾派文台北报道。伫咧医疗资源无发达的所在，民众若出现这辛苦病痛，要比的是你的命较长，也是路较长。因过屏东的民众若准动静，就爱坐2点外钟的车去到高雄互医生看。今早起呢，屏东头一间医学中心级的这个病院，屏东营长正式挂牌，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拢亲身出席。车队来到病院门口，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落难到屏东，因为3档建设期间都拄着疫情爆发、欠工欠料等问题。屏东英明总病院18号透早正式启用，是屏东医疗重要的一步。过去屏东只有6家区医院、12家教学医院，那没有医学中心等级的这种急重症及各个专业科目。民这块南北距离100公里的屏东，过去无医学中心顶级的大病院，屏南地区急重症的病人爱开2点钟以上的车程，到高雄营总也是中间等医学中心看病。医疗后送的路程远，互部分病人伫屏东来到高雄的过程当中，得不幸过往。心脏血管疾病呢，我们抢救的就是说黄金时间
那过一个高频桥呢，可能生命就没有掉了。所以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癌症的治疗设备以外呢，我们还有整个完整的癌症的治疗，从手术。我们会继续努力提升我们屏东县的医疗量能，以及更完善的长照服务。市调正式启用屏东营总，伊国阮大武营区用得起的兵营，除了内外科，阁有急重症医学部、综合医学，总共35科部，629个病床，甲1000几个医护伫遮服务，就希望医疗资源甲医护人员入来，会使实现医疗并管。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真侪民众逐工早起拢会啉一杯咖啡来提神。根据统计，台湾人每年敢若一个人就会当啉177杯的咖啡，这咖啡相机年产值会当到800亿。国内有不少业者想要拼这个市场，甚至推出有科技性的周边产品，也让台湾的咖啡产业发展到真紧。甲咖啡豆仔加好幼幼，比例才甲拄好，顺时钟仔的方向甲滚水停落，一杯香港的咖啡就安尼完成了。工课搁较无闲，你敢买半工啉一杯咖啡咧？每天都会喝，2、3天就一定会喝。伫路林超载拢会当看到人人一杯咖啡，真侪民众买咖啡是拢真拍手，为数据就看会出来。台湾一年会当卖出1外杯咖啡，平均每一个民众一年会啉177杯咖啡。卖酒业者上准这个上机，是朝朝入来抢做咖啡的生意。我们完全都是花莲的咖啡豆，花莲的咖啡农。我们咖啡有来自世界各地，有瓜地马拉、伊索比亚，然后还有肯亚等等的。有一支是来自台湾阿里山的。有人主打在地，嘛有人几啊种东西卖。卖外国咖啡的时阵，嘛甲国内家己生产的咖啡推广去海外。有业者就讲，外国的咖啡豆仔产量减少，进口的价少至少起3成，对经营加减造成负担。不过咖啡的商机一年的产值有达800亿。台湾咖啡的产业是发展了真紧，有各式各类的方式，所以整个台湾的咖啡发展的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多元化的发展，让整个产业变得非常快速。除了用咖啡把消费者的心起掉咧，真侪业者嘛用多方向的方式来经营，推出相关的产品，甲磨豆机、甲青啊等等，利用科技，互消费者用起来更较利便。多元化的经营嘛，互咖啡市场有更较侪面貌。记者综合报道。囝生少冲击到私立学校招生，河村技术学院停办了后，列入去专案辅导学校的中州科大和台湾首府大学，也因为这财务压力，主动提出停止招生。落尾通过教育部的核定，伫这2间学校呢，按算伫明年7月31日要来停办。另外，苗栗的贤德工商，也有高雄的成功高中这2间学校，也互教育部列做是专案辅导学校，限制因伫2年内就要进行改善。虽然是上课时间，中华中州科大校园也是空影影。中州科大发生乌干达外国学生囡仔变做学工案，去予教育部下令停招，地区财务快速恶化。9月初列做专案辅导了后，本来有1年改善期，不过中州科大也是宣告为111学年度结束了后停办。学生囡仔烦恼家己受教权可能受到影响，就是会担心，就是说到时候就是没学校可以读吧。学校透过声明表示，目前学校约有900多学生囡仔拢正常上课。另外，伫台南的台湾首府大学高教师7月已经入去学校办理说明会，开学前已经有学生囡仔转去台南其他大学。这2间学校互人列做专案辅导的学校，提早退场。教育部是讲订做董事会，就是要保障教职员工的权益，协助安置学生囡仔转学。中州的状况是，他们已经有欠了几个月的薪水了。目前学校是没有可用资金的。还有大概的目前的资金，我们在估算大概到明年的大概1月左右。所以为什么他们有这样一个急迫性，想要提早提出来的原因在这里。私校退场审议会也伫17公布第2届私立高中节专案辅导名单，包括伫高雄的成功高中，也加伫苗栗的贤德工商，拢列做专案辅导学校。记者综合报道。要看乌面腊杯，伫咧台南市区就会当看到啊！伫台南的安南区海尾路附近的气温啊，最近这几年拢有乌面腊杯飞来到遮过冬。今年头一批乌面腊杯也去互台港流血志工吸到，大约有30多只。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
台南市安南区海尾路边的气温低，生态丰富，唔会当看到白灵溪水鸭。最近佫去互台江流域志工翕到超过30只乌面腊龟直接找食。别看乌面腊龟唔免去到七股，伫市区就当看到，也成真侪人来到海山村国家绿道。我很开心，就是动物跟植物跟人是共生共存的，那我觉得是很棒，因为在都市里面你难得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生态。第2.15年吼，咱这海尾路这绿道遮来员工了来有无吼？安尼伫个绿道真快的，变做是阮在地人拢会当对去打吼，特别从17个所在南边北边拢会当看到，会当看到黑皮啦。这个地点自古以来就是台江内海历史场域，也见证着台江见证200年的历史甲地理变迁。这两边的气温也是珍贵乌面腊龟生态地。事实上，最近来到台湾过冬的乌面腊龟数量逐年增加。根据台江国家公园11月份的乌面腊龟普查，台南、嘉义、高雄3地区计共4119只，那创下历史新高，也超过2022年乌面腊龟全球普查，台湾数量3824只。在高雄。大台南跟嘉义、高雄哦，这边超过了4119只，已经破了今年初黑面琵鹭全球普查已经超过3824只了。今年全球普查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在台南地区逼近了将近2000只。那伫台南连嘉义沿海也有1847只，平去年同时间增加要到1倍。台江处也邀请专家学者来鉴定生态优先栖地营造的保育策略，营造台江保育的绿色地图。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伫这个拜六礼拜要演出非人集社的动物红仔剧场《天堂动物园珍珠泥地事件》，透过4种罕见动物的冲突，传达文化多元、尊重差别的理念。导演赵培菊利用导演甲音乐，让观众有浸水式的体验，感受到统治者甲被统治者之间的情绪。据你而言，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可怕。一群来自理想国的动物，因为天灾人祸逃难来到拉里古的国家，不过却因为这个国家的政策，互关伫收容所，自由受到限制，连买一杯珍珠泥茶嘛会出代志。惠林一社剧团的导演赵培菊，特别经4种已经断种、甲特别绝种的动物做主角，向观众传达尊重多元族群的理念。动物们其实大家的体型本来就比小小的球鱼还要大很多，所以事实上在相处过程上面就是产生一些摩擦跟一些误会。那么当时会选这些动物，其实是在想我们想要讲的是多元种族的融合。可是事情的发展就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那是怎么样？在戏剧当中担任当红仔师傅的陈家豪，需要参红仔活动。伊讲这出戏上有挑战，嘛上深刻的所在，就是爱变换声音甲动作，让观众看到两个角色的分别。我自己讲话的时候，我头的动作也会比较多。然后换他讲话的话呢，就是我的头的动作会比较多，然后自己人就要定下来，就是稍微做一个区分。用动物红仔讲故事，传达多元文化、尊重差别的观念。惠林一社推出的剧场《天堂动物园珍珠泥地事件》，11月19甲20，要伫国家人权博物馆来演出。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伫去年过身的编剧张永祥得过5届金马奖最佳编剧，嘛是头一个得到终身成就奖的编剧。为着要传承张永祥的创作精神，伊的太太也甲伊的作品出版，关乎纪录间学校甲国家图书馆收藏。我希望这个奖以后也给这一些多发一些，来肯定这些电影幕后的工作者。王金马奖重视幕后工作人员，去年过身的资深编剧张永祥，2016年得到金马终身成就奖，正做头一个得到终身成就奖的编剧。张永祥写过160部剧本，包括《一鸭人家》《秋决》等等，嘛捌改编几60部琼瑶的小说，得到5届阿泰影展加5届金马奖的最佳编剧奖。张永祥先生了不起，他可以写《秋决》这么经典的史诗级的电影，也可以写琼瑶的小说，写了12部电影。他应该是一个人，一支笔撑起了台湾电影的半壁江山。张永祥一世人为电影、电视付出，伊的夫人特别将伊的4出影剧《秋决》《招远乐》《
和平旅社甲罗行之村的剧本出版，关乎几6间大学甲国家图书馆。希望借由国家图书馆的典藏，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不管是研究者或者是想要阅读者，可以透过图书馆来阅读到这些作品。国家图书馆表示，希望张永祥的作品成做少年电影人、电视人的教材，传承台湾影剧的精神。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伫海边的灯塔为一寡讨海人指引方向，系因为灯塔的所在拢伫咧较压迫的所在，灯塔守护人员就要处理所有大大小小的代志。交通部航港局即阵就将10个灯塔守的故事翕做是纪录片，希望大家来了解因的故事。我爸爸应该会在那样子很孤苦、很孤单的环境里头工作的人，应该他们对灯塔本身有某一种理想或某一种热忱。灯塔秀每日拢爱注意灯塔的状况，而且因为灯塔徛的所在拢较偏远，工作、生活大细项事拢爱家己来，规工拢咧无闲，而且常常四界轮调。嘛，因为安尼对因四界搬徙的厝内人也常常拢是孤单的。我小时候呢，我妈妈有时候都干脆告诉别人我是哑巴，因为基本上我是不说话的。在这外的人也没什么休息，也没什么工作时间，自己也搞不清，就日夜颠倒的，反正24个小时都有工作。交通部航港局即阵甲10个灯塔秀的故事翕做纪录片，也举办展览，帮大家了解灯塔的故事。以光为家啊，那灯塔人的故事啊，这样的一个主题。来拍摄10支的纪录片，来记录我们灯塔人还有灯塔家族整个非常珍贵的这个他们过去在贡献灯塔工作上的整个的历程。灯塔秀展览今麦等咧台北市北皮寮举办，展出到11月底。交通部表示，灯塔秀的故事以前干那文字，到呾有影像的记录，现主是也透过 VR 技术等等，帮大家会使以多元角度了解灯塔的文化甲故事。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2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9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7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